到日本就接收到教练跟我告知说会在美国这场会有先发的机会嘛。那其实来的时候都有特别关注美国队的比赛的状况，还有打者一直在做一些勤收的研究啊。对，美国队他们的攻击火力很强大，那尽量把球压低嘛。那我跟中华队双王牌可能不像他们有能力那么出众跟表现那么的突出，所以我希望我用我的方式能够自己尽全力，用命也要把拼下来，至少能在投手球上撑久一点，让后面的中继投手出来，这样不要消耗前面的投手就好了。对，因为首次进到巨蛋的球场里面，平常都是在观众席上嘛。那虽然进来是很像小朋友远足那种心情，很雀跃的心情，不过来这边是要准备专注比赛嘛。那开心走一下下，接下来是要面对明天的比赛，比完之后再仔细的观看球场的一些设施之类的。